Дмитрия Сергеевича Пескова, у вас разговор должен до 18 часов состояться с Дональдом Трампом. Не знаю, насколько он... Работа такая. Ну, не знаю, сейчас надо посмотреть, что на эту фразу скажет Трамп. Может быть, он любит интервью давать, может, Я уже же Трампа не упоминал, я Не-не-не, он знает, что у нас дискуссии. 特朗普咧同普京啊，咁就烏克蘭戰爭停火咧呢個協議咧，咁咧就先喺咧電話上面進行一個通話。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啦，咁特朗普咧足足等咗普京呢1個鐘，咁咧就普京咧係比原定嘅時間咧遲咗1個鐘左右咧，咁先開始咧對話。咁而整個對話咧亦都接近咧2個小時。咁大家以為咧2個鐘頭咧可以傾到好豐碩嘅成果嘅時間咧，咁結果咧就只有2樣。咁第一樣咧就係暫時停火就唔成立㗎啦，咁全面停火同埋咧黑海嘅臨時停火咧亦都唔成立，咁只有咧就係暫停攻擊咧能源設施，咁呢個一條，咁再加上一條咧就係互相交換戰俘175名，咁作為咧第2個嘅成果。咁所以咧特朗普今次咧談判嘅成績單咧就只有呢寥寥2條啦。咁但係咧，淨係普京咧去提出呢2點嘅妥協嘅時間咧，佢亦都提出咗對烏克蘭嘅要求，就係咧要烏克蘭咧立即嘅停止武裝自己，亦都咧立即停止喺國家裏邊動員咧去抵抗。咁當然咧會有暗示咧，就係烏克蘭咧要停止攻擊翻咧俄羅斯嘅能源設施啦。作為一個咧對等呢個條件。咁所以大家都相信咧，其實普京亦都係暗示到就係咧，全世界都要停止對烏克蘭咧嘅援助。當然咧係以呢個嘅財金啦，或者咧軍事咧嘅援助。咁然之後咧，特朗普咧被問到，喂，有冇叫你美國要停軍援啊烏克蘭啦？佢話喂冇講過喎咁樣。咁如果我哋做一個總結嚟講咧，咁我哋見到咧今次咧普京咧同埋特朗普咧可以話咧係宴無好宴啦，會無好會啊。真係凡親咧，你去邀請咧普京去做呢啲嘢咧，頭先嗰8個字咧，必定係最終嘅結果。現時如果你夾硬話要係啲成績嘅話咧，就好似特朗普話齋咧，都係一個好良好嘅對話嘅，雙方肯定就唔會鬧交，即係好似咧白宮嗰一次咧，鬧到面紅耳熱呢啲嘢咧，真係咧好似普京呢一種嘅老狐狸咧，就一定唔會發生㗎啦。只會有咧好話説盡啦，但係就愚弄佢哋咧，呢一種嘅功夫咧，又普京咧，當然都試過啦，對我哋主席啊好多咧都唔同嘅試過㗎啦。其實更甚者咧，就係普京今次咧係一個咧幾贏咧嘅局面啊！包括咧佢成功做一場嘅大內宣啦，又做咗一場咧嘅大外宣啦，亦都咧去對咧澤連斯基咧施以呢個下馬威。3贏局面咧又從何談起咧？首先咧，普京嘅第一個贏咧就在於佢明知道佢同特朗普有個咁重要嘅約會啦，偏偏咧要遲到。而遲到之前咧，就係要同翻咧俄羅斯國內一啲嘅組織咧談話。主要咧就係呢個俄羅斯工業家同埋企業家聯盟大會啊。裡面咧當然就佈滿晒俄羅斯啲大款啦，全部都係啲大老闆。而咧普京咧亦都同佢哋咧嘻嘻哈哈有講有笑啦咁樣。裡面咧亦都咧有啲嘅情況咧出現，包括啦，講到一啲嘅美國公司等等嘅嘢咧，如果你想 cash out 嘅話咧，離場咧可以嘅喎，你可以咧同翻俄羅斯咧佢成立咗個基金啦，就可以咧同佢咧去 cash in cash out 翻一啲錢出嚟嘅，亦都叫咧即係呢啲嘅企業咧，你喺俄羅斯撤走或者就喺度做生意都冇人歡迎嘅。同時咧，亦喺呢個大會上面咧，就同好多嘅企業家啦、工業家講咧，喂，你哋唔好信西方嗰套啦，佢哋嗰啲法律咧就純粹係為咗佢哋度身訂造嘅啫。我哋咧之前喺出面嗰啲咁嘅基金啊啲嘢咧就凍過水㗎啦，嗰啲制裁嗰啲嘢咧都陸續有嚟。預先咧就已經係大家一種同仇敵愾咧嘅心態咧出發。預告咗咧呢班企業家咧隨時都要食草㗎。然之後，你會發現咧，呢個大會咧個時間嘅安排咧都幾巧妙嘅噃。其實真係啱啱搭住咗咧，就同咧特朗普咧喺電話通話咧嗰個嘅時間。所以咧當時嘅主持人咧咪指住隻錶就問咧
普京，喂，時間好似差唔多咯噃，係咪咧會阻住你咧去同特朗普咧去做個通話咧咁樣？咁然之後咧，跟住就見到普京就同個主持人講：唉，唔使理佢啦，咁樣係佢嘅工作嚟嘅啫，咁樣。咁啊，堂下咧哄堂大笑，咁大家都以為佢係公開羞辱特朗普啦。咁啊，普京咧老謀深算，同你講唔係啊，我指佩斯科夫咋，即係咧我哋講咧就係克里姆林宮嘅發言人，喂，呢個佢工作嚟噶嘛，咁樣。咁就好簡單啦，就算你唔係去笑特朗普啦，你都係表明佩斯科夫去同特朗普傾電話咧，就即係要一個矮佢一大截嘅人咧去招呼咧特朗普啦。咁啊呢一種咧普京式嘅幽默啦，我笑唔出啦。不過咧我諗咧就俄羅斯嘅人民啦，俄羅斯嘅權貴咧聽到咧就會心微笑啦，相當之受落嘅。咁啊呢一場咧就係佢嘅大內宣嘅第一場勝仗啦。咁當然第二個咧就係到電話嘅通話嘅時間咧，我哋講咗啦。首先過你一動咧就係我遲咗成個鐘咁樣先開始去聽。咁呢個亦都係普京嘅慣性，就係好中意人哋等，即係佢又自己又好中意遲到。究竟遲到係佢戒唔甩嘅一種嘅惡嘅習慣，定係純粹咧就係一種下馬威嘅形式咧咁樣？咁但係當然咧，特朗普咧唔係唯一得一個啦。咁啊，國際上咧好常見啦。咁啊，甚至乎之前咧，我哋講中東問題嘅特使啊，威特科夫啦，亦都有試過咧，去到克里姆林宮之後要等幾個鐘，咁啊先至咧可以去咧見得到咧普京。咁而聽講啊嚇，成件事咧最終係等咗8個鐘嘅。咁當然啦，特朗普咧最後喺佢嘅社交媒體裏邊就講就冇啲咁嘅事啦。咁當然第二個外宣咧，其實最簡單啦，就係佢根本就係完全拖延咗成個停火咧嘅情況，就係嗰啲咧好啊，咁樣都可以啦，但係個重點啦，個但係咧就係佢只能夠 agree 就係部分停火都不能夠但係可以係停止對咧一啲嘅基礎嘅設施咧嘅打擊。咁當然咧，成件事聽落去咧，對烏克蘭嚟講咧，仍然係有利嘅，因為始終烏克蘭咧由開戰到而家已經係超過咗80%嘅電力基礎設施咧受到破壞，咁啊只剩翻咧2成係比較健全嘅情況。咁亦都有好多咧係來自咧歐美嘅一啲人道組織啦，一啲我哋講嘅叫臨時嘅一啲發電機啊等等嘅嘢去幫手，但係都對咧烏克蘭咧嘅電力供應咧嚟講係相當之緊張。咁所以咧，澤連斯基都仍然係會咧含住淚歡迎呢個決定啦。咁但係作為對等咧嘅手段咧，咁自然就暗示咗烏克蘭就唔能夠打擊俄羅斯嘅大型基礎建設㗎啦噃。咁即係講緊咩咧？就係講緊烏克蘭咧，其實由舊年嘅年尾開始咧，一直去針對俄羅斯，無論係遠近嘅，例如佢哋嘅原油啦、煉油嘅設施都咪進行打擊，真係咧打傷咗咧俄羅斯嘅筋骨嘅。咁我哋最少保守估計咧，原油嘅設施係大量，但係煉油嘅設施咧先至係最致命。咁啊令到咧俄羅斯本土包括佢哋軍用同埋民用咧嘅煉油嘅產品咧，其實咧就係昂貴咗好多。咁亦都令到佢哋咧出口嘅產品咧咁出現一個短缺。咁當然會喺個外匯上咧構成一個窿。咁而大家咧就唔好睇少咧呢啲即係咧積少成多咧嘅打擊，因為咧每次打擊咗你一個原油庫咧，就唔係話咧一頭半個月咧就能夠將佢咧整翻好嘅，有時甚至乎咧就係一種半永久式咧嘅破壞。咁所以咧冇一個就少一個嘅情況之下咧，咁俄羅斯嘅煉油能力同埋呢個輸出原油能力咧就只會咧不斷咁下降。咁所以呢件事咧係咧淹下咁樣去淹乾咗咧俄羅斯呢個荷包。咁喺經濟學上咧，你亦都某程度上咧，能源嘅短缺或者我哋嗰啲食油副產品嘅短缺咧，都會咧令到俄羅斯嘅經濟咧一個好大嘅影響。咁而家俄羅斯咧即係水深火熱嘅經濟咧，通脹啲情況咧，你只會令到咧佢哋咧更加之凄慘。所以咧蛇打七寸你要打俄羅斯咧，佢哋軍事嘅部分咧真係非常之困難，但係你要打佢嘅一個虛弱嘅經濟咧，就真係似乎咧就好似咧一觸即發咧嗰種嘅打法。咁所以點解歐盟又好，美國又好，之前都講經濟嘅制裁咧，始終都係對俄羅斯最大嘅一張王牌。咁就只不過咧就大家都唔打到去盡咁解。咁既然你哋唔打到盡咧，咁烏克蘭咧就義無反顧咁當大家呢一齊去打呢一張牌啦。咁但係現時咧，普京已經警告啦，你想我停火都得嘅，我亦都可以唔打烏克蘭，但係烏克蘭就唔準咧就再打我。咁呢個時候咧就會令到澤連斯基你進退維谷嘅。個原因就係如果
佢同意嘅話咧，咁啊可以俾到俄羅斯一個好好嘅回氣嘅機會。但係如果你唔同意嘅話咧，第一個嘅正義嘅鐵拳咧就係特朗普，就都唔係普京啊。個特朗普咧會掹你埋牆打你兩拳，然之後又停止軍援，又停止情報分享，咁呢啲嘢又嚟嘅話咧，咁對烏克蘭咧又會一個咧好痛苦嘅週末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都可以話咧對澤連斯基嚟講咧係有啲咧進退維谷呢個情況。咁所以不能夠不講咧，呢一着咧係真係普京嘅毒計嚟㗎。咁啊當然啦，另外一個咧大外宣嘅勝利咧，咁啊就係佢對咧嗰個戰俘啊175個戰俘嘅交換咧，好明顯呢個咧係度身訂造去令到特朗普相信咁啊普京係一個仁慈咧嘅領袖啊，咁啊就對戰俘都十分之關心㗎。咁我話唔清楚佢嗰2個鐘嘅對話係咪咧係佔咗成個鐘咧就吹噓咧佢對人類嘅貢獻啦，尤其是咧戰爭嗰啲嘅傷亡咧，佢都係非常之討厭嘅。烏克蘭你唔擋我咪唔打咯，咁嘅情況咧。咁所以咧175個戰俘嘅交換，好老實講咧，一個咁細規模嘅戰俘交換咧，其實都冇需要咧喺個電話度講啦。你交俾下面即係咧佢哋嘅下面嘅戰爭官員咧，每日都處理緊戰俘嘅問題㗎啦。不過，因為我哋講到特朗普啦，就取消咗一個咧由2022年開戰之後，去針對住普京嘅軍隊犯下戰爭罪行嘅調查咧，呢一個嘅委員會咧就將佢 cancel 咗啊！咁啊，甚至乎嚟緊可能會將嗰啲 data 咧全部 delete 咧都唔出奇嘅。喺今日情況之下咧，咁而家普京同你講交換一啲嘅戰俘等等嘅嘢咧，咁啊又好似顯得出咧成件事咧係非常之咁合理嘅。咁你話喂，可能特朗普係非常之欣賞啦，咁啊普京呢種咧去慈善仁慈咁樣對待戰俘嘅態度啦，咁大家應該都仲記得咧，就喺上個月啦，咁我哋見到澤連斯基去同特朗普咧喺白宮會面嘅時候咧，亦都準備咗好多咧就戰俘交換翻嚟咧嘅慘況啊！咁但係當時咧特朗普咧瞄都冇瞄望咗2眼之後咧，其實都嗤之以鼻，唉，你喺度攞啲上嚟做乜嘢咧咁樣？咁我根本都唔會關心呢啲事咧，我哋係做大事呢嘅人物嚟㗎嘛咁樣。咁所以都幾明顯咧，呢啲嘢咧都係一個做 show 呢個材料。所以咧，大家見到咧今次咧呢個嘅談話啦、通話咧嘅表示啦，咁普京咧贏咗3次啊！即係第一次就喺國內咧嘅領袖面前咧就攞威。第二個咧就係即係通過去侮辱特朗普啦，即係講一啲咧，好似咧明居正教授成日講嘅一啲嘅 tacit diplomacy 咁有啲暗示嘅形式，就包括咧要你等啦，咁啊耍大牌啦，咁咧就口是心非啦即係都唔係講嗰件事啦咁樣，咁咧無限去延長忽視你嘅要求咁咧就令到咧特朗普好似俾佢耍咁嘅情況，咁亦都去脅迫咧澤連斯基，你要應承我嘅條件就係唔可以再打我哋呢啲嘅能源基礎設施，否則視你為咧違反嗰個停火協定，我永遠都唔會再上談判桌，到時特朗普就要你知味道。咁而咧贏咗呢3場之後，我哋又計盤數咯喎，就係俄羅斯又付出咗啲乜嘢咧咁樣。好，咁首先我哋睇得出啦，第一個就係俄羅斯係咪要指定佢哋嘅部隊喺前線全面停火咧？呢個係交叉嘅。好，咁另外會唔會地面你唔停火啦？咁黑海呢啲地方上面，咁俄羅斯可以應承咧會有呢個30日嘅停火咧，亦都係交叉嘅。咁所以全面停火咧，根本咧就無從説起。不過咧，片面嘅停火係片面嘅片面，就係咧唔對烏克蘭嘅基礎設施咧打擊咧，呢個作為停火係一個好細嘅一個部分咧，就只能夠講咧，佢都可以完成到大概1至2% 呢嘅停火咧嘅情況啦咁樣。咁但係咧，另外一件事咧，我哋觀察到就係喺呢個通話冇耐之後咧，幾乎又再次面臨到俄羅斯無人機嘅打擊，咁啊令到好多嘅平民咧都即刻要揾呢個庇護所啊！咁啊幾十架咧，我哋講嘅 Shahid 嘅見證者嘅無人機咧，又再次喺烏克蘭嘅天空上面咧侵襲。咁呢個咧更加赤裸咧，就講俾普京聽佢如何嘲笑咧你呢啲咁嘅低能嘅諗法，即係你認為咧咁樣同我普京大帝去講停火，咁你夠唔夠班去做咧呢件事情？咁啊，亦都咧去羞辱咧烏克蘭啦。咁咧就我係要用無人機去打擊你，我今次唔打擊你嘅能源設施，我就係打你啲平民。咁你又有啲咩辦法咧？而我哋講緊咧現時即係美俄嘅呢種嘅雙邊嘅談話嘅內容咧，咁啊有啲似咧二戰即將結束嘅時間。
咁當時咧英國、美國同埋咧蘇聯咧嘅巨頭，三巨頭坐咗喺咧亞爾塔會議啦，咁大家一齊傾咧嚟緊咧和平秩序之後咧世界如何劃分啊？咁當時去劃分歐洲嘅時間咧，就見到呢個三巨頭咧一齊去密去爭議。咁但係明顯啦，丘吉爾咧被邊緣化㗎啦。咁羅斯福同埋咧史太林當時係劃定咧東邊係屬於蘇聯，西邊咧屬於咧美國或者啦英國、法國咧呢啲細佬咧聯合咧去管理之下。咁你會睇得到咧，似乎特朗普同埋普京咧有啲似咧羅斯福咧同埋史太林嗰種嘅感覺啦。咁大家咧坐埋一齊去劃分咧呢個世界。唔同嘅地方咧，就當時嘅羅斯福咧都仍然會俾面，俾咧丘吉爾咧過嚟坐下，做個橡皮圖章。但今時今日咧，連我哋講，例如話咧施紀賢啦、馬克龍咧，你固然係冇份坐噶啦。咁亦都見到咧澤連斯基咧喺成個即係牽涉到裡面嘅人咧，亦都冇份坐。原因咧，可能就係好似普京話齋咧，佢唔夠資格啦，或者咧，在於咧特朗普眼中咧，戰敗國咧係沒有咧討價還價嘅餘地。但係大家就不能夠咧就錯將咧烏克蘭就當做當時嘅納粹德國喎。所以咧當時咧就梗係唔會揾咧納粹德國希特拉就攞嚟傾啦，因為你就係一個侵略者，亦都係咧今次咧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嘅元兇嘅發動者啦。所以成件事就不能夠將咧澤連斯基咧同埋咧希特拉啊，即係咧就拉埋一齊去講。所以咧普京成日都話澤連斯基係一個咧納粹主義者咧，根本咧就無從説起嘅。好，今次咧呢個美俄嘅通話之後咧，能唔能夠實現到俄羅斯同埋烏克蘭而家喺個衝突嘅地帶，你有短暫嘅停火出現咧？睇嚟就冇咁嘅可能性啦。包括我哋講到咧波克羅夫斯克啦，包括咧托列茨克啦，包括咧我哋講到庫爾斯克州咧，仍然咧進行緊呢激戰嘅。甚至乎咧，俄羅斯又想開多一個戰場，就係咧呢個扎波羅熱嘅西部咧，又開始咧進行推進。所以你話係咪為咗咧，即係呢種嘅臨時嘅停火，其實就俾咧俄羅斯更大嘅機會咧，麻痹咗美國嘅意志之後，繼續發動咧大規模嘅進攻。如果今次俄羅斯咧真係咧新嘅攻勢又再次咧係生效，繼續咧有個有利嘅推進嘅時間，距離停火會唔會更加之遠呢？而咧呢種嘅美俄不停咧嘅談話嘅內容究竟會被重複幾多次呢？3次又3次。特朗普嘅耐性會幾時咧消耗殆盡呢？又佢口中嘅終極嘅殺著又會幾時會出台呢？而咧烏克蘭喺呢個時候咧應該點樣去處理呢？而歐洲咧嘅維和部隊仍然欠缺咧美國一個咧嘅安全保證啊！當然啦，都睇得出咧歐洲軍隊嘅無能㗎啦。不過咧呢種嘅無能咧持續咗幾十年咧，始終而家咧開始咧都係一個好嘅開始。但係始終咧都仍然係需要美國一個空軍咧真確咧嘅支援。呢個時候美國又會做啲一個咩嘅選擇呢？如果大家咧對以上嘅問題咧都係想有個更加深切嘅了解嘅話咧，記得喺下面嘅留言區打返個+1啦咁樣。我哋咧就會盡量揾時間咧同大家咧做一個咧嘅整理。然之後咧就會咧出返一集同大家咧去剖析一下嘅。好，我哋嘅節目主持 Larry 我哋喺其他嘅世界範圍消息再同大家再見啦，拜拜。